渡月橋呢隻3歲新馬由廖康銘馬房評分由52上調至53分，首仗跑沙田草地1200米出戰，穩強手潘頓孭126磅出戰。呢隻馬響4檔出閘起步後順利走入內欄包廂位置，以偏快步速進入最後400米仍保持優勢開始發力，響最後200米睇落同首度齊來帶離群區，最後響好地至快地時間1.08分75及末段22.84輸俾津智神同首度齊來以第3名過終點，以全日各場賽事以正常至偏快步速下呢場能夠在快標準時間快6.5線搞掂。仲比另一場3班1200米快相差2.5線，咁嘅情況下呢匹馬響領放跑法下已有如此表現甚為出色。關於此區賽後需抽取樣本檢驗，相關新聞提到蘇慧賢馬房的津智神後上爆冷險勝，騎者連贏2個賽馬日，此區上場初出已走得接近，今次再跑即贏馬保中。賽後練馬師蘇慧賢說，津智神上場在港初出。排外檔走勢被動，形勢不利。今場再出，爭勝關鍵除了馬兒排一檔有很大幫助外，騎師董明朗依足策騎指示也是重要因素。今仗津智神贏來過程驚險，希望馬兒持續進步，全熟後可跑更長的途程。我感謝 David Price 為馬主引入此馬，希望馬兒保持進度，再為馬主建功。根據上述嘅情況，呢匹3歲澳洲馬今季已見初熟，質素頗佳之馬，相信狀態漸起下，今季餘下賽事應該會好快拎到在港首場頭馬。如果覺得以上資訊有幫助，記得訂閱並推薦一下啦。而家真係夠晒空間俾佢